呢個單位嘅觀景係望返內園，雖然望到對面嘅樓，但係都唔會覺得好壓迫。點解？因為夠高咯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Olivia，今日嚟到都會站介紹一個3房套嘅單位，即刻睇下。都會站條頸嶺 B 出口，行2步就到，交通非常之方便。今日介紹呢個係都會站2座高層私室，一個3房套嘅單位，實用面積629尺。先入個廚房睇睇，廚房唔算大，放咗洗衣機同雪櫃之後，如果閂埋門嘅話，都可以逼逼地企到2個人。改做摺門或者趟門嘅話就完美啦。客飯廳好分明，而且空間都大。L 型嘅梳化，5人嘅餐台，絕對冇難度。先嚟睇第一間房，全部房都廳房同向。第二間房一樣四四方方，易擺嘢。客廁就喺第一間房嘅對面。主人套房就喺走廊嘅盡頭。主人套廁同客廁一樣，不過方向唔同。最後入埋嚟呢個主人套房度睇睇，空間感非常之大。喺同區嘅屋苑嚟講，咁大個睡房已經好少有。放咗雙人床之後，仲可以放梳妝台，沿住牆身做一個到頂嘅 L 字型大衣櫃，所有包包都放得落。睇完條片係咪好心動呢？即刻 WhatsApp 我約睇樓啦！我哋睇樓見。